5个白色的内袋，5个白色的内袋，我们当做什么用？装茶叶用的，对，没有错。好，帮我顺便点一下哦，有少的举手给你们，有多的就给我。好，那绿色的也应该有5个，有5个。OK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做红茶？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消费者口味一直在变，我们其实喝红茶的人口越来越多。1、2、3。1、2、3 ，OK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